好，开始哈。对，第1917鲁姑娘，咱这个歹势，喂，这个要袂？鲁姑娘到台湾，伊是啥物？汉后夫，看好夫，对，对，汉后夫，那是伫1920，嘿，1920，古倒转去本国调养身体，这段敢来读一遍？好。伫1917，吕姑娘到台湾，伊是看护妇，若是伫1920，搁倒转去本国调养身体。好，后一个，伫1918，霍霍霍顺姑娘到台湾，要担当幼稚园的敢是幼稚园对，幼稚园的职，现时已经伫大场町伫大场町甲艋舺礼拜堂鼓舞即个代志。所以鼓舞嘛，毋是毋只毋若是毋若有encourage 迄个意思吼，还有帮赞的意思，敢是鼓舞。伫即只就是 encourage 啊，就是哦催促啊。人催杀了解，鼓舞就是催杀。安尼就了解啊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伫1918，福顺姑娘到台湾，要担当幼稚园的职，现时已经伫大场町甲艋舺礼拜堂鼓舞即个代志。好，继续。后一个，伫1919，牧师娘甲顺姑娘来台湾，梁牧师是顺姑娘。顺姑娘来台湾，梁牧师梁牧师现时伫淡水中学做校长。顺姑娘望将来要报道伫客人的中间。好。伫1919，梁牧师娘甲顺姑娘来台湾。梁牧师现时伫淡水中学做校长。顺姑娘望将来要报道伫客人的中间。后一个，伫1920，连医生娘甲谢姑娘到台湾。连医生伫1922，国倒转去加拿大。谢姑娘四过出外报道。等下出外，即个出外报道，甲也是出外报道，即个外敢要变调？出外报道，应该是出外报道啦。出外报道爱变调，连做伙读吼。四过出外报道。对，安尼较顺。四过出外报道。好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伫1920，连医生娘甲谢姑娘到台湾。连医生伫1922，搁倒转去加拿大。谢姑娘四过出外报道。好，继续吼。继续后一个，伫1921，高牧师到台湾。现时伊甲牧师娘伫东京研究国语。伫1921，高牧师到台湾。现时伊甲牧师娘伫东京研究国语。好。
继续就是后一部分，艋艋舺。你敢有发现，这个所在写的艋舺是 KAH，毋过伫顶悬迄个艋舺教会是 KOK。我看觅 KAK，KAK 嘿，所以 KK 讲应该是唔对啦，KAH 才对。该是 H 才对。好，就等我一下，我甲伊记起来，KAH 才对。KAK 变角。嘿啊，听起来怪怪吼，应该是 KAH 艋舺。等一下，我记一下 KAH 才对。好，后一部分艋舺教会的演叫，感谢你读，是，演叫，对。好，演叫，好，继续吼。艋舺教会设立的起头就是主后1876年3月14号，设处伫母营头，捌听过这个所在。好，继续母营头万安街啊。你敢莫知这个地名？母营头。母营头。地名可能。嘿啊，就歹找。伊拄则讲啥物街啊？万安。万安街。万安街，毋知即马有一条街无？即马阁有毋知嘿，有呢有。若是查Google艋舺有一个万安青草店，歹势青草店。好，青草店。嘿，青草店。艋舺嘿，青草店。即条街可能叫做万安街。西昌广州。无，可能改到无去嘿啊是，嘿啊，唯一找到的万安街是伫北桥。你去嘿，学琴，敢是伫这附近？毋是呢，我是伫，因为我迄个先生是住差不多台北市政府遐，所以讲是另外迄所在。我若印象中你拢是伫咧艋舺遮，是我袂记啊，我捌听你讲过。毋是，嘿嘿。即遮是，即间有遐诚趣味吼，我有机会再来遮行看看遮。嘿啊，感觉嘛是足有历史的所在。西园，我看觅啊，即遮是我讲大理街。即个老松国小，即我读小学时阵就听过，因为我带你读小学迄当阵吼，即间学校讲是全台湾上大间的、人数上多的国民国小。是哦。即嘛可能毋是啊，迄当其实嘛是可怜，就是人多啊，无学校嘛，大家拢钱做一间来，大家拢来读一间咧。嘿啊。你看即间位是伫倒位？我是这是要哪去啊？
我咧想讲，我顶回去迄个台北车头北门，陪阮某去住院，住伫即高位啊。哦，嘿，啊，我有用行的南行到即高位啊，哦，而且还未行到遮咯。哦，啊，西门町遐，嘿嘿嘿，还未行到遮，我敢若伫即附近。嗯好，OK，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咱继续。好，母额头万安街啊，迄日开长，有团道甲会友对四面来。团道甲会友对四面来，我甲迄个第四写画，应该是第三写画起来，四面来，共共有34人，看的人也看的人，看的人对，看的人也真多，过无几日就有放假的武官计无来阻挡，讲迄位说拜堂会因日，因为是歌队，有疑问互英国的领事官6摆的辩驳，了解意思啊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译文吼，有译文，即个这个译文是啥物意思？译文，有译文互英国的领事官来查看麦。驳。嗯，译文译文，什么文是啥物意思？译哦，寒听之间的教诲。，OK，译好，译文就是嗯上文，在写公文的一款公文。好，来我来读一遍啊。嗯嗯，诶，嗯，对，头前哦，艋舺教会的缘结，艋舺教会设立的起头就是主后176年3月14号。细厝伫母营头万安街啊，迄日开长，有传道甲会友对四面来，共有34人，看的人也真多。过无几日，就有艋舺的武官过无来阻挡，讲迄位设拜堂袂用得，因为是官地，有疑问互英国的领事官6摆的辩驳。好，继续吼。嗯，后来，嗯，后来看无法的通，后来看无法，后来看无法的通阻挡，就掠厝主去关家，该牧师可能迄、个，可能迄、个。应该变调吼，该牧师可能迄个厝主，毋是迄个厝主，迄个厝主就甲武官讲，你若偷
你若偷放伊，你若偷放伊，我就去洗别位。洗别位，这个洗厝洗敢是应该是就是洗厝， IA，应该是 IAT 迄个写法才对吼。毋是毋是，洗白的，伊是头前是写洗厝吼，阮是嘿，有诶读做洗厝吼，哦，了解了解，洗搬去别位的意思。毋是，洗厝嗯，是租房子，洗厝，对，了解。啊，阮是读社厝吼，都嗯无共音吼，就是洗，就是就嗯，是就是租赁叫做做，尤其是哦厝吼，厝才叫做洗吼。了解。好，等下我记一了这个嗯，洗。嗯，好，你好啦。我就去洗别位。迄个厝主果然得着偷放。嗯，就刷去，洗地草，这个是倒一个声调，看不清楚。草店买啊，这是第三，草店买鸡，草店买鸡，草店买，鸡，草草店店买，草店买鸡，草店买鸡啦，草店草买鸡，店买鸡，好，草草店买店，啦吼，草店买鸡。草店买鸡，敢就是拄则找着迄个青草店。我嘛唔知，可能啦。哦，无定好，迄青草系啊，店开我一定几百年啊！系啊，哦，这趣味，但是我好嘞，看着这青草店到底生做啥物款？好，就等下吼，嗯，佮两间呢，有呢，若是用草店买过，伫迄个去 Google 就青这，草行嘿，啊，结这两间佮开做伙，嘿啊，德安青草店，嗯，好，原来英语迄个 landlord 就是伫台语就是厝主，嘿，了解。所以拄则读过你毋知意思我就有想到迄个汉字，就是厝哦主的汉字，哦无想伊就是房东迄啊，个词对，伊主 就是厝主，就是房东，house owner。好，了对，解。草店鸡尾吼。草店玫瑰吼，嗯，我看你讲Google Maps 有了，草毋是 Map 就是 Google，直接 Google 的结果我是 Google 草店买鸡甲网价，个毋是伫 Maps，是伫 Search 遐。哦，嘿，是。无讲什么所在，嗯遮是讲是遮是台语毋知长沙街，安尼讲嘿，长沙街嘿，拢都改做中国名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看着说就袂见咧。所以含对啊，
草点16路，这无共，是啊嗯嗯， ，OK。但是本来是伫这个嗯，本来是伫个啥万安街啊，到尾再刷来这个草店尾。嘿，嗯，好，嗯，来，我这段还未读吼。你要不要看？嘿，后来看无，后来看无法度通阻挡，就掠厝主去关监。该牧师可能迄个厝主就甲武官讲：你若偷放伊，我就去说别位。迄个厝主果然得到偷放，就刷去说伫草店玫瑰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嗯，段，迄碟放假诶，放假艋舺放假，我就想讲，小可怪怪好。迄碟放假诶头人，读册人，三代三代三代啊，三代姓，敢是安尼讲三嗯，代姓，拢所以讲三代姓是啥物意思？三代姓哦，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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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上大个姓的族人了解，三代姓拢出头祖党讲有三代姓，就无耶稣教，耶稣教有耶稣教就无三代姓。你若无紧紧离开放假，拜堂就要甲你拆。到1877年4月8号，顶埔9点9点钟，嘿，了解。顶埔9点钟，艋舺街拍路叫证人。迄个拍路是啥物意思？拍共路，锣敲锣打鼓拍锣。哦，了解了解。拍路叫证人着拆拜堂。三代姓诶苦路是啥物？苦路，三代姓诶苦路，千外人来拆。迄个苦路，毋知呢，来看觅。三代姓啥物意思啊？我个看我拄则看迄个 Google 找到的历史，敢是讲迄个有三，我看觅三代姓，华语三大姓，敢是就是伫迄所在诶三个大头人诶厝，毋是厝，族人。等下我看嘛。那应该是有另外一个结果。Google 550迄个550迄篇有写，你已经开的另外一个 tab，伫遮边无？嘿，
三代性。诶，敢是有？我看我拄则伫倒位找着。哦，毋是迄个，有一个艋舺教会诶，迄个艋舺。因为三代性，我感觉是即个意思。我拄则有听另外一个。对，毋是对话迄若我有搭一个 link 是艋舺教会因诶网页。我有看到，嘿，遮，嘿，哦嗯，OK，嗯，真是，哦，拄则读到迄个三代性诶苦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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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可乐啊，可苦乐，可乐苦乐，苦乐，可乐啦，安尼，可乐哦，苦乐，可乐好，苦乐，苦乐，好， ，K O U，诶嗯， ，K H 嘿， O 嘿，KHOU， K H O U L O H 的背写，嗯，可乐。亲爱坏乖叫做可乐，嗯，可乐少，可乐无相定财，可乐不该啉酒。嗯，我来差遮多哈，意思差遮多。哦，挑嘿啊，夫、劳动嘿啊，者、嘿，可乐少、可乐、可乐。嗯，嗯，哦，出来好，个是 KOHOO 嘿，是，可乐。哦，而且加是什么意思呢？可乐，三代性的可乐。哦，应该就我这是加就是，劳动者，嘿啊，嘿，就是嘿，苦力安尼可乐。嘿嘿，对，嘿，好，好，来我，三代性，要被他刷这段，哦，好对啊，嘿，三代性的可乐，千外人来徛，到下晡4点钟，拢徛了，无留一块遐，无留一块遐，后来人就四线第三，诶，伊即个字你有看线甲伊有个第三条，搁有第写毋对七条，嘿，嘿，应该是第三条才对吼，那是啊，嘿，四线，是，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哦，迄叠艋舺的头人，读册人三代式，拢拢出头，主动讲，哦，所以这只是讲三个势力啊，吼，头人、是，读册人三代嗯式，哦，拢出嗯头，主动讲，有三代性就无耶稣教，有耶稣教就无三代性。你若无紧紧离开艋舺，
你若无紧紧离开放假，拜堂就要甲你拆。到1877年4月8号顶晡9点钟，放假街拍锣叫证人着拆拜堂，三大城会靠落千外人来拆，吼，遮侪人。系啊，到下晡系啊， 4点钟，拢拆了了，无留一个遐。后来人就四散。好，继续后一段吼。小等下吼，哦，诶，嘿，相片，看一下相片。嗯。遮是你家己对奥伫遮。嗯。哇。伊这遮是网贵用过两段到4号，这是即卖的地址啦吼。嗯。本来是伫万安街啊，伫龙山国中嗯。后面，看觅啊。哦，我定下切来切去就艰苦。嗯。龙山国中伫遮，后面是倒位啊？车的款，好大门是伫倒位？哦，我哋就指即个位啊吼。嗯。即嘛这贵阳街段这是伫倒位啊？即嘛刷去伫遮。嗯。本来伫即个位啊，刷来遮。三大城武林。嗯。这是OK，就是古早拜堂时做即款吼。嗯。好 ，OK，好，来继续。好，继续后一段吼。迄日，该无事去顺水长骹，甲石口啊，了解，甲石口的教会听见即个消息，就随时到放假。迄时众人看见该无事来，就讲原来无事来啊。好，有诶讲着拍互伊走，有诶讲着掠伊，也有诶讲着甲伊刣，哦，就歹，甲伊刣，有诶用石头要顶伊，因为人多，惊了顶着别人。迄碟该无事徛伫众人诶中间，拢毋惊，过无偌久，大稻埕诶5行
5行有13个外国人甲因的萝卜百外人举牙刀，举刀哦，原来是刀举刀嗯，举刀甲对不请起，甲请来牙好，举刀甲请刀甲来，了解刀甲请，迄个连做伙，举刀甲请来，爱照顾家务事，搁无偌久，中国官也到，也搁无久，领事官甲医生对淡水也到，迄日伫网架真大了乱，了解，好，即个看起来是足这教大诶代志，案哦，系啊，教案大条代嘿，志啊，大条系啊，代志。好，即段你感觉这个咱咱读一遍，咱拢毋知嘿，吼，毋捌系啊，读过。拢毋捌听过，嘿，这是当时来100，我说170嘿，年。是，好，嗯我继续读吼。嗯迄日家务事去顺水塘骹甲溪口的教会，听见即个消息，就随时到网架。迄嗯时众人看见家务事来，就讲：烦恼牧师来咯，来啦！嗯哼嗯有诶讲着拍互伊走，有诶讲着掠伊，也有诶讲着甲伊抬，有诶用石头要顶伊，因为人多，惊了顶着别人。迄条家牧师徛伫众人诶中间，拢毋惊。过无偌久，大潮亭诶5行有13个外国人甲因诶奴仆。百外人举刀甲枪来，萝卜吼，我一般嘿啊，读着迄个是读萝是第5声啦吼，萝卜，好，好，而且应该是飘毋对吼，第3声。是，好，爱照顾家务事，搁无偌久，中国官也到，也搁无久，领事官甲医生对淡水也到。迄日伫网架真大扰乱，5行，大家5行是嘿啊，5行感觉进前敢若捌看嘛有看过，嘿啊，袂记啊我来看觅，，NGO。U 第5声，第2声5行 HANG 第5声，外国人经营的商馆吼，叫做5行。5行，就早，迄当阵佮含一群人读的时阵，敢若读到即个书5行。嘿啊，5行，好，我我来查一下吼，我来记一下，5行，啥物叫5行？对，好，你即本教会书伫12页的款，伫12页出现的，哦，起来好，好，我记好啊，敢要继续读，好，继续。好，继续，后一段官府甲领事官府甲领事官讲，毋是官府甲领事官讲，叫家务事请叫家务事请提去，摕提去。
提起，也是提起，读真写好啦。嘿提起，提起大稻埕啊，了解，提起大稻所以应该是埕。读做哦，提起请大稻埕，嘿，请提请起提起，好，请提起大稻埕。我画一个，好，请提起大稻埕，因为日要暗，日惊了。哦，日要暗，哦，读本调，日要暗，惊了歹人，那做恶的照顾。该牧师离开，官府真烦恼，就好好喙好喙好喙，直直求伊，直直求伊就离开。直直求直直求伊就离开。迄碟该牧师甲领事官甲正外国人讲，日已经暗，恁着转去食。即个食敢是食饭的意思，转去食。呵呵，因讲你若无甲阮去，阮毋转去。到迄暗10点，该牧师才甲因去大稻埕。迄碟官府才啥物？才啥物开心？安心，才较安心，应该是 H 吼，才较安心，较嘿好。后来有掠3个去夹鸡，也卖220箍银。迄时萧电伫遐做传道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。好，官府甲领事官讲，叫该牧师请提起大稻埕，因为日要暗，惊了歹人若做恶的照顾。该牧师毋离开，官府真烦恼，就好喙直直求伊，就离开。迄碟，该牧师甲领事官甲正外国人讲，日已经暗，恁着转去食。因讲你若无甲阮去，阮毋转去。到迄暗10点，该牧师才甲因去大稻埕。迄碟官府才较安心。后来有掠3个去夹鸡，也卖120箍银。迄时萧田是遐伫遐做传道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那到后以前这个一夹鸡吼，这种用法，敢是关家？哦，就是对吼，对，等于受刑罚啦。是。但是我今日在学堂我看到这种讲法咯。所以讲你进前思想讲着夹鸡这个讲法是进前是自找麻烦。哦，对，夹鸡，你是较现代的讲法。有伫台里电信2个解说拢有收，个伊收的音是夹 GIA 这个音。但是伫这只用法是讲去受刑罚嘛？受刑罚，对，伊嘛有收这个解说，就是本来这个意思。是。好，等下我记一个。好，夹鸡。好，有3个解说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，后一页。好，到1879年，9爱变调9年，爱变调。好，到
1879年，就买79年，系79年，毋是哦79，我看觅你是毋是腔口无共？99第2变变调，变调，嘿我9，说腔口无共吼，好，嘿79年，嘿，就买对伫八甲庄，八甲庄，家己去拜堂，到11月16号就起好，煞开堂，迄碟有几若位传道甲会友甲来看的人，共有157人。该牧师有甲放假的人讲，即间拜堂恁若搁徛，我就要搁去比恁的经庙较悬。若是放假人看拜堂去伫八甲庄，阮查某囝哭哦，稍等。好，喂，你要来了吗？好，我等下去甲你查。你几点下班？就现在啊。即嘛，你已经伫外口啊，吼。你等我一下吼，我等下。好，拜拜吼。也是咱都读到遮。无你系啊，甲系啊，都读到遮哦。较悬。好，若是较放假悬，好，对剩三逝好。若是放假人看拜堂去伫八甲庄是社外，就较无阻挡。好，安尼到遮啦吼。好，就读到遮。阮查某囝吼，你下班，系啊，你查某囝声音听起来真好，真温柔的查某是啊，囝心情。伊是足大声的教囡仔。好，着你去遮你的查某囝，咱后礼拜继续好。后礼拜着拜六好，121。好，OK，好，安尼好，到遮。后礼拜继续好。好，再会。好，安安，再会，安安。